咁么到臭豆腐切菜咯！红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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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是好朋友。一只大金条，两只照相叫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阿姨，再见呢！再见！阿有啊，阿姨冇错呀，下日去食泡啦，好冇？哇，好赞好赞啦！去餐厅，去餐厅。等一下，不过阿有就答应阿姨，你听到一家自碰得很银色，所以下日又去到母校食咯。阿有啊，迄敢要自碰？小姑啊，迄来讲笑，阿有啊系一个真送厉害的态度子哦。等一下，迄人去地啊啦。真系假诶？爱唔伫呢？一定强态度子切菜咯！耶！好厉哦！阿有啊，迄一定强态度子。阿有啊，你拍哪不改啊？看我到臭豆腐。安你拍呢？豆腐炒看我到。你要改无款款咧？无款款，你家是看我到较大一条，你家是豆腐较大一条。明明就是一样，还说不一样。较紧些啦。一定强态度子切菜咯！拜托，没头毛豆。妈没豆腐，拜托。来，要紧过来，很营养。有做无款款的菜哦。搁是头毛豆，搁是豆腐。有啊，菜它就无款款。无款款哦，我要做看我到豆腐汤。有甲迄人讲，看我到含豆腐。有偷爱食的物件，不管要甲师傅，我只要写做看我到要就豆腐，就会感觉真欢喜。可是阿有啊，我记得世界上还有别的菜呀，像是玉米啦、香菇或是芋头。错啊，就巧啊。番薯啊，花菜、风菜、高丽菜、莧菜啊，好啦，我知啊啦，那么安好啦，下日来教菜，咸披萨好冇？加菜。喂，真好食披萨店咸诶。错，我就咸一介泰披萨，不该，按起来一介，看我到豆腐披萨好啊，落啦咯。冇，我要看到豆腐披萨。咕，世界体味太香 ，Super Chicken 类啊！我是路遥。冇问题，菜来啊！等，太嘅浪哥。我冇爱食鸡龙骨。等，太披萨。我冇爱食披萨。等，太汉堡。我冇爱食汉堡。鸡肠衣看见我头上裤，我想来食豆腐。挑战我就当你鸡的肠衣，唔知听冇甲我的任务做。想来食豆腐冇问题，我来做。变豆腐。等。你个豆腐就定诶。米菜呀！米菜啊！米菜啊！看给我还蛮忘了米菜，这样就不用天天吃番茄和豆腐喽。
米菜。老板，啊？请问你有哪些菜啊？哦，我家拢就话切毛卡玛豆和豆腐啊。哇，真好诶！啊，迄就要改。啊？我就贩卖香菇，也就叫花菜。哇，饭吗？香菇、扣、花菜，真好诶！我个系嘛有啊了咪？我个系嘛有啊了咪？较紧了咪哦，米菜哦，米菜来哦，米菜哦。好啊，快点快点，有好的菜哦。哦，看看哈，我有眼光哦。喂，先生，现在都每一条香菇、贩卖，这个花菜拢真鲜哦。迄两只拢无卡玛豆和豆腐咧。这无卡玛豆和豆腐啊。我的面要改啊。小鬼，会用针蕊啦。我。人家想吃玉米，还有香菇、茄子，花菜也不错啊。爸爸，我们买一些回家煮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嘿啊，炒贩卖，炒香菇，炒扣，炒花菜，洗煮食了，切莫炒啊。咁正嘅呢？好啦。我前面这条啊，饭吗？香菇、含扣、花菜啦。哈哈哈！终于不用再吃番茄和豆腐喽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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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咕咕咕！世界体味太香，Super Chicken 类啊！爱心路哟！冇问题，菜来啊！等等，太给啷个？我冇些给啷个？等等，太披萨。我冇些披萨。等等，太汉堡。我冇些汉堡。给蚯蚓看见了豆香菇，我想来些토마토。卡玛豆，种卡玛豆。就是两个토마토。耶！会用煮啥？不是嗰些tomato和豆腐啊。真是谢谢米菜的人啊。等一下，这就饭吗？香菇、扣和花菜，无东西啦哦。出菜咯！出菜咯！食饭咯！yes，炒香菇，炒玉米 ，yes，炒扣，炒花菜 ，yes。江江，第一盘卡玛豆豆腐炒面。第二盘卡玛豆豆腐炒米粉。第三盘卡玛豆豆腐炒板头。又是토마토和豆腐，又个是日头诶。好啊，你刚刚买的玉米、香菇、茄子和花椰菜呢？哪里去了？个对哦，我拢无晓煮啦，只好甲剩落来摕来炒炒诶，太可惜咯。你讲起没关系，吃饱最重要了。吃饱体就紧。哎呦，实在真歹势啦！安好啦，小日，我的这个米食谱前来研究，样样就做饭吗？香菇和花菜哦。哦，乖，不过今日呢，幸运是先食卡玛豆和豆腐好啊哦。阿乌啊，你不能骗我哦，真的要去买食谱哦。好，讲车走车，
先食飯啦！來，食一條卡莫豆。來，食一條豆腐。給通愛講，我是太廚師启明，我是小政府太古。太廚師小政府上台一個。請問太政府，今日他準備乜嘅食材？俺今日有香菇、椒麻，還有蔥誒，也係丁筋，還有太老皮咧。太政府係睇香菇，姜麻、薑蔥、粉菜條、拍菜條，丟地就做乜嘅菜咧？團看啊！用牙芒嘅，我就冇唱呢。係條老唔講，我愛煮雞湯。雞湯真好食啦！雞湯救命啊！太姑客家進來啊！我講笑啦，其實我愛煮嘅係長菜湯。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一條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一條山路彎彎彎。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新嘅頭髮 wonderful。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新嘅頭髮 wonderful， 新嘅頭髮 wonderful。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就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 and 你在飛。